語常會款資助中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，鼓勵學校同時用粵語同埋普通話雙語教學。黎曉瑩報道。語常會推行普通話教中文，參與嘅老師認為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嘅寫作能力。語常會主席田北辰建議，參與嘅學校用超過一半嘅時間用普通話教中文，其餘嘅時間就可以用廣東話。正正呢，就係我哋而家個提議嗰個普教中呢，其實係講緊雙語嘅。你嗰個廣州話係我哋嘅母語，同埋普通話兩樣嘢我哋都要兼顧。但有正在試行用普通話教中文嘅小學校長話，用雙語教學容易令學生混淆。嗰個小朋友呢，聽句廣東話，一句普通話呢，好多時候佢就好容易混淆嘅。咁對於學習嚟講呢，一定唔係一件好事。佢認為要100%用普通話教中文。至於師資，田北辰認為香港有足夠嘅老師可以講標準嘅普通話，但係未必識得教中文，所以會邀請20位內地嘅教師支援。業界希望喺推行嘅時候，政府可以提供多啲在職培訓俾老師。語常委就話，長線會同教育學院商討培訓。無線電視記者黎曉瑩報道。